来，讲到情况好了。在这里不会到哪里。在这里，在里面买票了，还去那边买票了。这是车尾，这是车尾。hold 住 ，hold 住。你要拍到正面，他脸一定很好笑。看你再等一下，还没小姐，等一下还没好，还没好。去叫一辆火车。结果买不是我买卖的，就是那毛。